热搜空降暴击，王鹤棣躺着中枪，田许宁塌房剧情反转再反转。10月14号一早打开微博，井号王鹤棣田许宁，井号直接飙到热搜第2。本以为是2位帅哥要合作新剧，点进去直接看傻，居然是田许宁塌房后粉丝拉顶流挡枪引发的世纪撕逼。这瓜吃的我 CPU 都要烧了，咱这就带大家沉浸式复盘这场24小时内鱼大混战。先把时间拨回10月13号，某八卦博主甩出猛料，田许宁和一女子手牵手逛地库，男方还超温柔提醒小心脚下甜得像拍偶像剧。可网友瞬间炸锅，哥，你7月不是刚发律师函说自己单身吗？这脸打得也太响了吧！更绝的是，有细心网友发现，视频拍摄于9月15号，女方背的包还是当月新款，连配饰都和之前晒图一模一样，手提袋。这边甜粉还在急着洗地视频是旧的，那边博主直接甩出时间戳证据，紧接着粉丝冲商务，嫂子在地库的热梗就火了。有网友吐槽，9月粉丝熬夜打榜做数据，正主在谈恋爱，这波是粉丝实惨啊！可谁能想到，14号一早画风突变，井号王鹤棣田许宁，井号突然空降热搜第2。原来有网友扒出，田许宁大粉组织粉丝图版王鹤棣微博广场，用戴戴和甜甜合作有望两人私交甚好等话题刷屏，试图用顶流热度掩盖自家塌房丑闻。这操作直接给王鹤棣粉丝整怒了，我们戴戴好好拍戏，招谁惹谁了？凭什么被碰瓷？战火就此点燃火，饭圈撕逼名场面，谁也不服谁，两边粉丝的战斗力直接拉满，各种梗图、实际图、聊天记录满天飞，堪称内娱粉圈年度对决。这场撕逼还引来了不少路人围观，有网友调侃，两边粉丝撕得热火朝天，正主却一个不吭声，也是没谁了。还有人说，现在的饭圈比的不是爱豆的实力，而是粉丝的战斗力，太畸形了。深扒内幕，撕逼背后藏着资本博弈。表面上是粉丝撕逼，实际上背后全是行业套路。再来扒一扒这事儿里的3个小心机。路线之争，演员 vs 流量的生死较量。王鹤棣早就把演员路线焊死了，靠苍兰诀、大凤打更人2部爆剧站稳脚跟，还拿下顶奢代言。粉丝也注重长线口碑，平时都在催他好好拍戏，少参加综艺。而田许宁走的是流量捷径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，全靠粉丝氪金做数据维持热度。一旦粉圈不稳，很容易塌方。这次撕逼其实是内娱作品派与流量派的路线之争，谁也不服谁。2. 商务考察期的紧急公关，懂行的都知道，10月是品牌考察的关键期，田许宁正好卡在商务续约的节点上。恋情塌房已经让他口碑翻车，如果再没有热度，很可能会被品牌放弃。这时候拉王鹤棣下水，既能转移视线，又能刷一波存在感，不得不说，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。而王鹤棣团队因为2023年8月的私生录音事件，对隐私话题特别敏感，这次一发现被碰瓷，就火速下场切割，删除自家粉丝的激进言论，还发声明专注作品，不参与粉圈撕逼，生怕被拖进浑水影响口碑。3. 饭圈异化，撕逼成声咖工具。更离谱的是，有网友爆出田许宁大粉的聊天记录，里面居然写着计划踩王鹤棣声咖，目标是下部剧播放量破5000万，脚踩顶流。这操作直接给网友整懵了，现在的粉丝都这么疯狂吗？靠撕逼给爱豆声咖，这思路也太清奇了。有业内人士吐槽，饭圈异化越来越严重，有些粉丝把撕逼当成武器，以为能帮爱豆抢资源，其实只会让爱豆口碑越来越差。3大未解之谜，谁在背后搞事情？这场混战越闹越大，可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没答案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热搜谁买的？有网友怀疑是田许宁方主动关联词条，想借王鹤棣的热度转移视线，但也有人说是王鹤棣粉丝的反击让热度越来越高，双方都有责任。至今没人拿出实锤，这事儿成了谜。艺人咋不说话？两边工作室都没正面回应，田许宁不澄清恋情，王鹤棣也不回应被碰瓷的事。有网友猜测，田许宁是没脸回应王鹤棣是不想被裹挟，也有人说他们是在等最佳公关时机。数据是真是假？甜粉吹的50天氪金3.25亿礼盒秒切12万件，至今没得到品牌方的证实，也没有审计报告。有网友调侃，这数据怕不是粉丝自嗨吧？要是真有这么多，品牌早就官宣庆祝了。内娱该醒醒了。其实这场混战早就把内娱的病灶摆到了台面上，当流量比作品重要，碰瓷比打磨演技管用，粉圈撕逼比艺人实力吸睛，整个行业只会越来越畸形。就像2024年的繁花、庆余年2，靠的是过硬的剧情和演技火起来的，不是靠流量和撕逼。观众早就不吃流量套路了，只有好作品才能留住人。真心劝田许宁，与其让粉丝碰瓷顶流，不如沉下心来拍一部能打的剧，用作品说话才是硬道理。王鹤棣团队也要看好自家地盘，别被无谓的撕逼消耗口碑。至于粉丝们，与其在网上骂战，不如多催爱豆搞事业，毕竟能让艺人走得远的，从来不是撕逼的利器，而是拿得出手的作品。最后提醒大家，甜粉的氪金数据没实锤，王鹤棣的旧闻被乱关联，吃瓜的时候可别被带偏了。咱就蹲个后续，看看这场顶流与流量的战争到底会怎么收尾。